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大家可能小可较青困，较简咧看。也毋过这一日咱生活中若是要用，就定定用会到。咱做伙来看，这日就是带，读鼻音。带，也佫有加片音了，读第二条，读做带。这个带就是用到扑长、讲长的意思，像讲炒甘蔗、蘸甘蔗。古早嘛有人讲是带甘蔗。另外，这个带嘛有趁偌济钱，一般拢是讲较无正当、较粗的讲法，像讲带偌济钱。嘛会当讲是用无正常的方式，甲人骗到钱，亲像是好甲有怪的意思。另外，会当讲是互人带50万。古早讲甲长头毛绑起来，嘛会当讲是甲头毛尾带起来。另外，佫有甲人欺负，嘛会当讲是甲人带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带起来，会当讲是绑起来，嘛会当讲是用无正当的方式趁到手。第二个词读做带甘蔗，头前讲到就是炒甘蔗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朱去观光农场体验做一日早餐人，甲头毛尾带起来，体验带甘蔗的辛苦甲趣味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带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